市府环保局3日伫嘉南药理大厦举办台南市环保志工军营会，总共有29支队伍，超过800名志工义工参赛，透过趣味比赛宣导环保知识。市长委特也亲自来到活动现场，感谢所有环保志工平常日协助维护社区环境的贡献。咱的社区伫上短的时间内，水退了紧，但是咱清理家园搁较紧。而且，我要代表所有的市民朋友，感谢咱的环保志工、环保义工，对我们守护家园，对我们台风灾后、风灾后复建，能够让我们社区复原最大的用心。在这边要代表市民朋友，谢谢各位，感谢。很重要，今仔日是属于大家的日子，所以呢，今仔日这个环保志义工群英会就像华山论剑一样，咱家己平常时，不管是做志工、做义工的时阵，还是讲咱平常时都爱唱歌都爱跳舞的时阵，上界厉害的一部分一面，展现出来，给所有的裁判评审来看到，而且再次祝福我们今天群英会圆满成功。环保局说明，全市总共有26541名环保志义工，其中超过65岁就有16000名。这次全市有32区的志工队报名参加趣味比赛，其中各有12位80岁以上长者，年龄上悬是来自佐镇区90岁王黄玉仙阿嬷。伊强调做环保无咧分年纪，平常时动着，嘛感觉家己更甲少年有活力。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。